今仔日我发现我有淡薄仔无共。以前呢，就是想讲我的台语爱进步，进步较有人要向我开讲。我若开喙讲台语，较袂替人问，替人阻挡，讲啥物？你会晓讲国语无？讲国语就会当啊。这是我进进我进前的想法。毋过呢，我即马有豆豆仔用赛斯的想法，融入去学台语即件代志。就是讲，其实我看到的可能就是讲，我一个人做用心去练台语、学台语、去听台语，接触所有甲台语有关系的代志。我真拍拼，毋过呢，这过程中间嘛是有人甲我泼冷水，使我心内诚痛苦，变讲我闭无路啊，嘛毋知影讲，甲我讲话对象会讲，会阁甲我问无？问讲，奇怪，你台语讲啊奇怪，遐奇怪，你怎会阁一直爱讲呢？我就会烦恼，烦恼讲我拄着的人是友善的，还是讲，会有疑问的，所以讲，这是进前我的想法。但是我嘛是坚持落去，因为着想讲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但是就是讲，一直想讲家己做拍拼，毋过，就是行甲足慢。想要看到好的改变，哪会？这改变一丝丝仔尔，嘛是会拄着替互人挡莫讲台语的代志。亲像今仔日，我敲电话去高雄市的卫生局，去问注第二剂的代志。这其实嘛较复杂，而且讲真正的，就是我着真正无用台语讲过这种议题。是定定有伫听，其实讲台语嘛是一句两句，所以讲，我开始讲有风声，嘛讲啊客客，对方着想讲，你会使讲国语就好啊。进前呢，我着会做想去讲，我着做拍拼，想要讲好台语，我嘛想要讲啊诚顺。这个人嘛，阁无领我的情，就会定定会，若以早就是即种做想要掠讲的想法。即种想法，就亲像讲囡仔有一个阿母就讲，我着做拍拼照顾这囡仔，毋过囡仔嘛是无听我的话，毋过我着用尽我全部的气力，叫伊写功课，阁甲伊教，毋过伊考出来的成绩，拢无进步，可能是好一丝仔尔。毋过我着用我遐济气力，开遐济时间，我到底要安怎咧？就亲像即种阿母的心情，毋过这摆呢，早起拄着的代志，我着讲，我袂晓讲国语啊。我听无华语，我是用华语即个词，讲我听无华语，我嘛袂晓讲。对方着做无奈的，伊嘛是爱甲我讲啊，着讲，我着听有，伊嘛听有我的意思。虽然这过程中间就是讲，伊阁爱开一寡气力去了解我讲的台语。毋过我着有练习安怎表达台语，我嘛足欢喜讲以后我着用这招，着讲我听无华语啊，伊嘛无法度讲，
哪有可能？嘛可能袂安尼甲我开讲。就因为讲我甲人欺骗，我颠倒有一种快乐的感觉，就毋是讲以早拢是别人甲我嫌，我做委屈家己的，委屈家己讲我若搁讲台语，就变讲人就叫你莫讲啊。毋过我讲华语，我就搁感觉我输啊，我即摆就是坚持，而且我着用一寡好笑，但是这好笑是我家己知影，我知影讲安尼讲伊着无我的法，嘿，因为伊嘛是会当用华语甲我讲啊，毋过伊无法度控制讲我今仔讲的是台语还是华语，伊只是会当口劝尔，若发现讲口劝，我嘛是讲我的台语，伊嘛是无奈，毋过这过程中间会当互我加学安怎用台语讲问一寡代志，是做好的练习。就亲像讲以早学英文的时阵，英文老师就是叫阮会敲电话去国外的饭店，甲伊问时间，讲啥物时间有房间，我叫啥物名，我留我的资料。毋过毋免真正汇住房的钱，安尼是本伤粗啊。其实就是安尼啊，就是一个练习。毋过以早就是面皮无遮厚，对英文嘛做生疏的，较无自信。即摆我就想讲，其实这着甲咱毋是讲英文的学生想要学英文共款的意思啊。所以讲毋免讲认为是我的毋对，进前就会想讲是我做错啥物代志啊？为虾米会拄着即种别人即种的对待？这就是变啊足悲情的，就开始想讲即摆人啦，台语就伫要死啊！搁即种态度，明明会晓讲台语，就是看我无，都不爱向我讲，不爱甲我讲一两句啊，真可怜安尼。其实拢毋免啊，因为别人我真正无法度去控制别人，伊要讲啥，伊要，就亲像讲，我无法度控制别人讲，今仔要请我食饭无？今仔要甲我升做主管无？今仔要这项室头要分互我做无？进前伫公司阮旧主管我就是定定呢，讲伊哪会无分即个室头互我做？伊哪会无看着我的才调？就是我着做去强求这我无法度控制的代志，因为别人安怎想，其实是伊去控制嘛。我会当过好的，就是我家己的内心。毋过阮同事嘛有甲我甲配步就是讲，就是家己甲家己比，你即摆做的代志是家己会欢喜的，毋免讲我一定爱拄着的人拢甲我鼓励，无就是会拄着的人拢程度无比我搁较好，我较会快乐。若是即种心情的话，永远拢袂快乐啊。像咱古早听的故事，一个风向，伊着逐工看着镜，讲镜，啥物人是这世间上水的查某？变讲伊的快乐的来源是即个镜甲伊学落，讲你是世界第一水的人。毋过有一工，一个公主白雪公主愈来愈大汉，即个镜阁开始讲毋是哦，上水的人囡仔毋是你哦，是迄个公主哦，是恁翁的真人
恁翁甲伊曾某，叫这有一个事叫做情人囝吼，情人囝生一个查某囡仔，伊较是世界第一水的，这方旭听甲气甲，阁想要叫人去甲因情人查某囝甲伊杀掉，这就是反映讲，咱拢是看期待别人的反应，今仔别人的反应可能就不如家己的意，就开始生气啊。毋过，若是今仔方旭，伊就逐工对家己的内心讲：哎呀，我就是世界上水的查某，就算有撩痕有血啊，嘛不要紧啊。其实我就认为我是上水的查某，其实就是安尼。所以我爱练习，练习就是讲，毋是讲甲人比较，较有一寡看别人的反应，看今仔拄着啥物代志，较会欢喜，问讲，即摆我做的代志，别人有认同无？对这大多数的人感觉有意义无？这就是讲，甲咱的期待拢放互别人，互别人去决定。咱愈来愈忘无咱家己的内心伫想啥。亲像讲，虽然讲我即摆学台语，台语这物件其实会重视母语的人其实无济，大多数的人拢想讲，这只是一个交通的工具，听有就好啊，嘛毋免讲，要特别去讲一个无定定讲的台语，当然嘛毋免去学台语的书写，阁有看白话字，这拢无需要。华语就华语就够用啊。其实我进前过的生活嘛是安尼啊，就是靠华语就过甲做好诶。搁中国伊嘛有一寡会讲华语嘛，中国伊嘛是讲华语，搁讲有一寡翻译的一寡文章。其实你若会晓华语，你就会当看拢看袂完啊啦，真正是安尼。外国的节目嘛有字幕组啊，字幕组，中国的字幕组，变讲你会晓华语，你会当看的物件看袂了啊，会当耍的物件诚济。那我若讲开始讲去学母语，对我的意义是啥咧？这当然就是我爱家己去思考的，但是毋是别人讲，我感觉诚好呢，我就想讲诚好诚好，佳哉有人有认同，毋免安尼，毋免去看别人安怎想。我就转来甲我家己对话，我想讲，虽然讲，伫语言方面我毋是诚够，毋过我可能写小说，是袂歹的。我有一寡会当创作的能力，有一寡创作的能力，变讲虽然讲无讲诚好的口语的台语，这会使用时间款甲伊讲愈修愈好安尼。而且阮的重点也是讲创作，写一寡文章，放咧网络顶头，互大家伫读话。其实有贡献啊，因为若是需要看一寡白话字的人，哪有讲永远拢是看迄几本嘛？伊若讲想要学，想要看，
即著做亲像台湾国诶理念，伊讲台湾国讲伊毋是推萨讲要互愈来愈侪人讲伊要做台湾国诶人，毋是，伊只是保留一种方式，就变讲因内底足顺诶吼，逐家理念拢共款。若讲有共款理念诶人，有一工伊醒起来有共款诶理念，讲我著不爱去捌迄华语，不爱讲华文，吼。安尼诶人，伊会使找一个团体，而且即个团体虽然人少，毋过伊著足顺诶，伊著袂讲内底袂讲一寡亲子活动诶团体，可能本身会一开始是推萨台语，但是推萨台语，著有人就会抗议讲听无免急咱著是推萨，逐家拢听话物件，台语著一礼拜一改安尼，有可能著愈来愈变质变甲诚主流，变甲逐家共款。变甲逐家共款的意思，就是讲，虽然有诚侪人拢会加入，而且嘛诚侪人拢会去点嘛拢有兴趣。毋过，甲逐家拢共款，其实都无啥物特别。阮若讲，虽然讲阮即马伫学台语、练台语，看起来就是讲。就是无主流啦，拢是足少数中的少数。有人若讲会晓讲台语的话，伊有可能就是若照看华语的物件，因为好看搁济，会当选择嘛。有可能只是讲甲阿公阿嬷甲爸爸妈妈讲话是用台语讲的，伊嘛讲甲诚顺。毋过伊袂讲去看。台文写诶文章，只是讲可能看面试爱看会笑笑。虽然讲是安尼，毋过我共款我只是保留。未来想要看台文字，伊要看足济，袂当讲永远拢是教会物件，永远拢是比赛物件，无就是教育部。一寡文章，当然是愈侪愈好嘛。有人若讲啥物拢爱看，一日仔就看完看了所以讲我会使做这一份子，去创造台文的一份子。这就亲像讲五月天的意思共款。伊虽然迄时阵广告。所以讲，伫五月天伊广告，伊迄时阵广告，伊可能嘛想讲，听诶人愈来愈少伊无想着讲，伊人虽然旺去毋过伊留下诶物件，大家是足想要听，爱找其实拢找无，我都有真少找，要找一寡台语广告诶物件。就是广告税，其实无济，就变成讲，咱每一人即马做诶代志拢有意义，只是咱无看着讲即个意义伫倒位。毋过，咱心内诶迄个迄个我家己，伊是知影诶，因为伊是无受着空间，无受着一寡限制。所以伊知影，所以伊这就亲像讲小说内底的作者，小说内底作者其实早就知讲，即个主角两冬以后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所以伊两冬前就先穿好就互主角搁熟悉某物人因为两冬了后，因两个有一个见面，有一个机缘。这就是共款的意思。既然呢，学台语是我心内中一个冲动，而且我去做，我嘛袂讲真忝。
我只是讲，这有一寡讲替互人泼冷水的时阵，无我伫比较的时阵，会较艰苦，会想讲哪会别人的腔口讲比我搁较好？这其实就亲像唱歌的意思共款。有人唱歌就是较好听，我唱歌可能就诚普通。毋过我一定有我家己的优点啊。我嘛会豆去调整。虽然讲有诶人是自细汉，伊诶环境有讲台语诶环境，有可能伊会晓台语，嘛会晓客话，嘛会晓英文，华语嘛讲啊诚好，佫会日文，逐个诚欢喜。亲像我拄着诶网友共款，佫读博士看起来拢足互人欣赏诶。毋过伊可能就是对赛事无兴趣啊，伊就较讲咱讲话来讲科学物件。这人嘛有可能就是伊袂去捌搁较济台文的写法，佫有讲一寡正确的台语的讲话方式，伊拢袂去研究。为虾米袂咧？伊就想讲，我著足厉害啊！我著而且要做这要创啥？讲台语著遮自然的代志，著自细汉讲就好啊。无就是开讲哪开讲哪听哪学，哪有需要去用迄啥物读音爱安怎读？佫有啥物爱查字典莫来这套。所以讲，我毋免欣赏别人。别人虽然有即个环境，毋过伊有可能无即个意识。所以讲，重要的其实是意识啦。有诶人会足有钱，足有钱，爸爸妈妈拢家己照顾非常好，厝拢家己买好穿好，佫开几百万互伊装潢。毋过伊无快乐，为虾米无快乐？可能伊就是无一个意识，就是讲。我这个人会快乐袂快乐，是我家己内心的决定，毋是讲我今仔看啥物无顺眼，你这人若无改，定定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这世人就袂快乐，无法度快乐起来。有可能有人的意识是安尼，所以讲，其实我毋免去欣赏别人的条件，迄拢是不对的。我爱知影的是一个观念的开悟，这就是内心，而且内心是我会当去创造的。当然，物质伊嘛是会因为我的内心无共，物质有改变。亲像讲，我即摆就袂足艰苦，讲哪会去讲一个台语，结果我嘛无讲遐烂，哪会开始就有人安怎？即种态度，其实毋免啦，我著笑笑的，感觉足好耍。有时阵用台语开讲，我著会使甲逐个讲，我今仔因为讲台语，你有啥物人嫌安怎，迄嘛诚趣味。就是我的心毋免去想一寡足艰苦、足悲情、足痛苦，讲我不如人。我不如人，这是一个咒啦，一个咒诅，会互我这个人永远拢足恶快乐起来。所以讲，诚济代志我拢会使去学习。我只要有即个意识，我甲即个意识捡转来，用学台语的即个过程，豆豆去印证讲，原来我只要安怎改变。虽然讲台语可能无法度讲一个就讲啊诚好，就亲像讲我写华文的小说，明明写甲诚好，用全部的气力去写，毋过看的人嘛无济，一咪咪仔尔，别人嘛无重视，重点是无重视啊。我看别个作者伊嘛是
共款痛苦，讲我不爱写我讲不爱写嘛无人讲着甲我高正，是共款的问题。即摆我就是用即寡代志来发现我的内心，发现我的意识，安尼豆豆的甲我的意识就是调整过来，变讲一个快乐的人。别人像阮同事甲我有冤家过，讲我台语无好，我就讲我就想要学母语。伊即摆看着我就闭甲远。若以前我就诚痛苦，讲我嘛无做啥物失地代志哪有需要安尼？若需要安尼，我哪会得到即款的效果？明明学台语、学母语是诚好的代志，我嘛无讲，我嘛无讲伫我嘛无讲伫放弃，还是讲伫放弃，我嘛无放弃，嘛无讲伫分段，为什物？为何变讲愈来愈食啦？连同事拢离我远。以前我会安尼想，我即摆就袂我即摆就讲同事拄仔有意见，这我以前就有经验啦，就迄个处女座的同事真同事伊就离开我讲这我经验是足丰富的，迄袂死啦，袂安怎啦？伊就比我远，毋敢甲我讲话。凡说伊本来就无甲我讲台语以前甲我嫌我有压力，开喙就注意讲即个人有伫个无。即摆毋免我即摆就讲我的凡说因本来就对我无足包容的，因即摆无爱吵我，对我嘛无损失。我就无感觉安怎，嘛袂艰苦嘛袂讲因应该安怎对我较好的，拢毋免。诚侪人安尼表面上对伊搁较好，毋过你着别骹别手。台语嘛袂当讲，安尼嘛袂当，遮嘛袂当，毋免啦。我着找一寡甲我共款会当用台语对话练台语的对象，迄毋是诚好呢？就是我着渐渐知影讲有一寡心情有一寡想法，我去调整，会改变我即摆拄着的代志，因为我的想法无共我着袂艰苦若以前有同事看着我，着像鸟鼠看着猫伊早拢讲这歹这歹即摆无即摆着讲哪会遐好笑？哪会伊来上班伊嘛诚痛苦，毋过我是阁会使，就亲像今仔日有一个朋友伫 Clubhouse， 伊跳金臀爸，伊是甲别人开讲较久尔，就跳人踢出来呢。伊就讲你这房间本来就无主题叫因开讲来开讲哪会？我真正甲人开讲，你甲我踢出来，有需要安尼？伊嘛想讲不要紧，我着家己开一个房间。真正有人咧来开讲伊就是识一寡新朋友。伊着袂讲，一直想讲哪会安尼？我无做啥物代志伊袂痛苦，伊着搁去找伊的快乐。就亲像我即摆安尼虽然有人嫌我的台语，毋过我着开始去上课。上课会使听无共款的台语，嘛会当讲练习台语。我嘛会使即摆有网络，阁有耳机，变讲诚好我着会使听诚侪物件，嘛会使听赛事赛事的演讲，拢足有道理的，愈看愈欢喜。所以讲真正毋免安尼，着讲即个人哪会安尼对待我着去艰苦。我的世界真正足宽，就是安尼